壓力大嘅時候，唔需要複雜嘅課程或者昂貴嘅裝備，幾個簡單甚至有啲怪嘅小方法就能夠快速切換大腦狀態。五感着陸法5、4、3、2、1 grounding。當你感到焦慮或者思緒混亂嘅時候，呢個練習能夠幫你快速返到當下。睇，揾5個你平時冇注意到嘅物品，譬如係牆上面嘅裂紋、書架上面嘅灰塵，摸觸碰4種唔同嘅質地，譬如係冰涼嘅桌面、粗糙嘅牛仔褲。聽，分辨3種遠近唔同嘅聲音，譬如遠處車聲、電腦風扇聲。聞，尋找2種味道，嘗感受口中殘留嘅茶味，或者飲一啖水。俾身體一個切換模式嘅實體信號，往往比任何心理建設都有效。